歐聯四強次回合圓滿結束，兩場比賽都有好多值得討論嘅地方。今日 Beast 足球札記再一次同微不足道合作錄製新嘅節目。喺節目開始之前，大家記得指定嘅動作 CLSS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多謝。Hello，大家好啊！咁就嚟到我哋嘅下集啦。咁其實上集咧就喺我嘅 channel 度，就我哋頭先討論咗阿仙奴對 PSG。咁如果未睇嘅咧，可以一陣間喺 description box 嗰度睇翻。咁今集咧，我哋就嚟討論呢一場即係都叫做非常之經典嘅，即係國米對巴塞嘅比賽啦。咁最後個比數係7-6。咁其實係好似我印象中係13個入波咧，應該係都係平咗一個紀錄嘅，我記得係即係一個最多入球嘅紀錄咁樣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場比賽咧都真係蕩氣迴腸，我覺得用呢4個字咧去形容咧都係。如果我自己諗咧，因為我又唔係兩隊嘅球迷啦，咁所以即係我睇即係中立球迷咧就睇得好過癮嘅。但係如果我係任何一隊嘅球迷咧，應該睇到心臟病發嘅，即係係啦。所以我又覺得呢場波咧都真係好多 talking points。咁但係我哋先去回顧一下，究竟呢兩場波發生咗啲咩事先。其實兩場波咧就好接近嘅，就係一開始咧就係國米先拔頭就好早就先入兩球先。咁但係跟住咧唔使好耐咧，巴塞又追翻兩球。咁第一回合咧就係跟住就國米贏到3-2，之後巴塞就3-3就完咗呢個即係首回合啦。咁即係本身大家已經覺得哇，呢個回合真係一定要睇啦。點知第二個回合仲誇張，仲峰回路轉，又係一開波就入兩球啦，即係呢個國米又入兩球啦。咁上半場贏到兩球啦，咁大家都諗住咦，主場贏到兩球應該照計冇走雞啦啩？點知下半場完全兩回事。一出到嚟咧，巴塞咧就先入兩球，兩個閘位嘅球員就先一齊去貢獻咗兩個入波，加埋丹尼奧姆就貢獻咗兩個入波，跟住就去到拉芬拿87分鐘入到第三球反勝。咁大家都諗住咦，照計應該都巴塞出線啦喎。點知咧無端端93分鐘咧，就呢個阿切比就呢個國米嘅中堅就走咗上去，就當咗一個前鋒咁踢，就喺最後一分鐘咧就追平咗呢個比賽，就變咗3-3。咁最後點知去到呢個加時咧，就直情呢個法達斯咧就直情入到咪4-3添。咁呢場比加埋嘅7-6啦嘅比分啦，其實我覺得都幾有趣嘅位就係我哋賽前啦就話，其實會唔會係呢個係究竟係邊一隊可以控制個節奏，就邊隊贏？咁其實高比分嘅比賽咧，似乎係落喺巴塞嘅節奏度，因為即係巴塞就係攻力好勁啦，防守唔勁啦。國米就調翻轉，其實佢哋喺呢兩場比賽之前咧，12場只係失5球，係最少失波。咁照計應該係低失波嘅比賽先係國米嘅主場啦。咁但係唔係喎，兩場咁高比分嘅比賽，但係最後巴塞竟然係輸嗰隊，國米竟然係贏嗰隊。你覺得關鍵喺邊度咧？兩場比賽其實都有一個情況，就係即係巴塞羅那攻得好好，而令到國際米蘭嘅防守即使好都守唔住。而另一樣嘢就係國際米蘭嘅攻力未必好強，但係巴塞隆拿嘅防守更弱，咁就形成咗一個情況，就係好大比數嘅出現啦。即係好明顯整個過程當中，13個入球都入得好靚啦。咁但係即係整個過程當中，你係好明顯見到邊一個位出問題嘅。例如首回合好明顯，大家即係雖然和波啦，但係也馬嘅表現真係光芒四射嘅，即係所有人都真係冇得挑剔佢嘅表現。咁就好明顯佢個位係有着數嘅。另一邊國米有邊個着數咧？就係即係鄧費斯嗰一邊對住基拿馬田又好，或者對住恩尼高馬天尼斯又好，佢亦都係壓制住佢踢。咁係形成一個情況，就係國際米蘭無論點都守唔住也馬。巴塞隆拿無論換邊個過去都係守唔住鄧費斯，咁就形成咗呢個大比數嘅出現。咁你話究竟個節奏落喺邊個嘅一方？某程度上我哋可以話係落入巴塞嘅一方，因為佢哋係比較傾向或者比較中意一啲快節奏嘅比賽。咁但係國際米蘭又真係喺中間揾到佢哋需要嘅一啲所謂嘅機會。
你見國際米蘭嘅入球並唔係一啲好精彩、好流暢嘅小組滲入啦，又或者係一啲好令人即係好賞心悅目嘅組織，唔係嗰一種，而係死球啦。即係譬如鄧費斯入嘅兩個都係一個死球啦，然後就算你話去到阿切比嗰一球嘅絕殺都好，即係絕平啦都好，其實都只係梳馬一個大腳踢上去，然之後大家混戰當中，最後鄧費斯助攻咁樣，唔係一啲好即係你話一啲好靚嘅波，唔係，即係你譬如你話譬如亞馬嗰啲入波，你係見到佢一個人可能漏三個去入波，有呢啲啦，又或者夏芬拿喺次回合3-2嗰一球，你又會見到巴塞好明顯由右路轉去左路，有一啲咁明確嘅即係轉移或者組織性嘅踢法。國際米蘭就未必有咁樣嘅，但係佢哋每一次都捉得到呢啲咁嘅空間，然之後把握得到，咁就令到好似即係個節奏雖然喺巴塞身上，但係國際米蘭亦都跟得到個節奏。我哋應該會咁樣去形容會比較貼切多啲。咁所以你話今場比賽嘅關鍵點或者呢兩回合嘅關鍵點係咩咧？我覺得真係有少少就係所謂老兵啊，即係所謂啲老將們真係咬住最後一啖氣去踢呢場波。咁譬如亞切比嗰一球真係經典到不得了嘅地方就係你好難想像一個37歲嘅中堅球員，而且佢本身係左腳嘅球員，佢喺93分鐘仲有氣力跑到最前壓住亞拿奧河，然之後射入一球咁嘅波。你諗下，如果呢球波唔係一個老將，係一個即係比較後生少少嘅，佢可能真係打唔到呢一啖氣，咬唔住呢一啖氣去咬落去。咁所以就係即係幾令人感動，即係有少少感動嘅地方就係真係大家都冇放棄嗰場比賽，咁就令到場波就更加好睇，更加即係多呢一啲嘅我哋所謂嘅即戰術以外嘅一啲故事性喺度可以講到出嚟咯，係啊，係，我都覺得呢場波係都真係太多嘢可以講，即係除咗戰術之外咧，每個球員都有啲故事性可以講。我想先討論一下鄧費斯呢個位，因為咧呢個位我覺得我哋賽前咧都有討論過，就係因為其實佢都係啱啱復出嘅啫，因為 before that 係要可能右邊係要用達美安咁樣去踢嘅。咁如果即係用佢嚟踢就可能即係成件事已經唔同啦。即係鄧費斯其實兩回合2個入波3個助攻，而佢你見到佢實情，如果我哋睇翻咧啲數據咧，2場比賽咧都好有趣。其實第一場比賽甚至咧係佢嘅 average position 咧係成隊最前嗰個嚟嘅，即係佢雖然叫做一個右翼位，但係其實你可以當佢一個右翼多過右翼位咁上下，即係其實係一個好傾斜嘅陣營嘅。佢即係迪馬高左邊嗰邊咧，即係收得埋啲，但係鄧費斯咧就係反而係攻嗰邊嚟。而第二場都差唔多嘅，即係雖然係馬古斯杜林高少前佢少少，但係第二個最前咧都係鄧費斯，所以其實都一個好明顯嘅部署，就係佢即係國米，就係左邊主守，即係因為好明顯啦，嗰邊有亞馬，要所有人縮落去守啦。呢邊我哋應該再可以討論下亞馬嗰點，但係右邊咧就係國米嘅突破點啦，有少少係好似，即係佢就係去鄧費斯咧，直情都即係佢都會翻嚟防守，但係佢會好多時候插到好前去進攻嘅，係啦。咁我覺得即係你覺得鄧費斯算唔算係呢2回合嘅關鍵，同埋即係你覺得恩沙基究竟喺用佢嗰方面係即係點樣用嘅咧？我諗最主要其中一個即係令到國際米蘭或者令到恩沙基拋開咗一啲包袱嘅地方就係柏華嘅受傷。如果以往常嘅踢法咧，如果柏華喺度代替住比錫嘅正選位置，即係打右中堅嘅話咧，咁右手邊嘅因為仲有巴里拿喺呢一邊啦，咁右手邊嘅組織力會好少少嘅。咁既然左右兩邊嘅組織力係算係即係比較平衡嘅情況之下咧，國際米蘭嘅右手邊可能會多少少一啲短傳嘅組織差傳上去，咁但係正因為冇咗柏華，而比錫本身佢嘅即係因為佢嘅重心太高啦，咁你遇到壓迫嘅時候，佢可能冇辦法做得太快嘅一啲組織動作，咁所以就令到即係恩沙基直頭拋棄咗呢一個想法啦，即係鄧費斯你唔好再搞咁多啦，即係唔好喺後場搞咁多，你上去啦，跟住所以你就會見到國米每一次嘅反擊，鄧費斯後場國米後場攞到波，鄧費斯一定第一時間衝上去嘅，咁而其他嘅國米球員都好明確地知道呢一點，就係鄧費斯一定係嗰個位噶啦，無論你嘅長傳準唔準都好，總之你掟落去啦。
你掟多落去佢就跑得贏㗎啦。其實有一種咁嘅心態。咁亦都會見到即係巴塞隆拿都幾刻意喺次回合去做一啲嘅限制啦，令到國際米蘭減少咁嘅轉移。咁但係真係即係我10次有2次中，咁你已經即係鄧費斯，我已經真係可以長驅直進入到去禁區。咁其實就形成咗一個咁樣嘅局面出現啦。因為始終基拿馬田嗰邊佢嘅即係無論身體質素啦佢嘅速度也好啦，係好明顯跟唔上嘅。上半場有一幕係甚至乎係基拿馬田同鄧費斯對抗，佢係即係對撞嗰2下就已經瞓低，即係直情瞓低咗咁滯。咁呢一個幾明確嘅對比咧，就係即係係啦，即係有少少因禍得福啦，即係柏華受傷，反而令到恩沙基抌低咗一啲嘅包袱啦，咁就令到鄧費斯呢一點嗰個優勢反而更加明顯。咁當然另一個因禍得福嘅地方就係因為鄧費斯傷咗大概1個月到啦，即係1個月嘅時間啦。咁佢真係復出嚟打呢2場比賽，咁你見到佢嘅活力啦，佢成個人係真係好飢餓感係好十足。咁呢一點亦都係即係我覺得係令到呢一場即係呢2場嘅對決咧，係即係幾特別嘅地方，就係鄧費斯佢好有即係可以保存一個最完整嘅實力咧，或者最完整嘅體力咧去打呢場比賽。咁所以呢一點係幾明顯，亦都令到人即係留下咗一個幾深刻嘅印象。咦，原來即係右翼衛即係鄧費斯呢位好似好笨拙嘅右翼衛，但係即係我哋國際米蘭嘅球迷形容佢係泥頭車啦，有啲人會即係真係一架泥頭車開動起上嚟，真係可以咁犀利嘅，咁就會即係幾明顯嘅呢一點咯，係啊，係，所以我覺得我哋講完鄧費斯咧，其實另一個可以講嘅位咧，就係同佢對位嗰個，就嗯，係巴塞嘅左邊左閘係嘅馬田。因為咧，係即係其實我哋賽前都討論過啦，就係即係係巴迪嘅受傷咧，其實係都大影響嘅，對於係國米嚟講，唔係對於巴塞嚟講。因為其實即係雖然佢哋2個人缺陣啦，利雲道夫斯基同埋巴迪啦，咁利雲道夫斯基當然名氣大，但係其實咧費蘭托利斯咧都頂到下嘅，即係當然唔係話即係100%領到啦，但係頂到下。係但係馬田咧，其實第一回合甚至咧係都幾災難級嘅演出嚟嘅，即係佢係直情係即係好早就俾人換出咗，我記得係即係半場就俾人換出咗嘅。咁跟住嗯其實第二回合嘅上半場咧都唔係好多嘅啫。咁但係有趣嘅位咧係忽然間第二回合嘅下半場咧，佢忽然間做咗主角喎，2個助係攻都係由佢嚟發動嘅。雖然第一個助攻我唔知佢係咪真係諗住傳俾右邊嘅呢個即係加西亞，係啦加西亞啦。咁但係嗯第二球佢即係兩球都係佢嚟助攻，而我嗯覺得好明顯地，其實費力克係做咗啲調整。去係即係譬如係兩邊嘅閘位都係推得再上啲，去嗯壓翻佢哋過去，即係等國米嗯唔好過得嚟咁勁。即係譬如同埋即係之前艾利加西亞都唔會攻得咁上嘅，好多時係可能係即係一個 back three 咁樣嘅有少少咁樣嘅角色。但係其實佢甚至壓得再上啲 overlap，甚至係攻埋上去個禁區入邊。而另一邊嘅即係馬田咧，又亦都會係開始不斷咁樣去傳中咁樣。咁所以我覺得係一個幾有趣嘅戰術變動，就係即係我講緊第二回合啦，就係上半場咧，國米係打得好啲嗰隊，但係下半場咧，忽然間費力克一撳掣咧，哇！我覺得係嗰唔好話差唔多45分鐘咧，其實巴塞都係撳住國米嚟踢嘅，除咗最後93分鐘嘅，即係 otherwise 其實成個下半場咧，你覺得係巴塞係佔盡上風咁滯嘅，係啦。咁你覺得即係嗰個下半場嗰個戰術變化有冇啲，即係第二回合嘅戰術變化有冇啲咩值得即係討論下嘅位咧？有2點係幾值得去講嘅。第一點咧就係頭先講話2隻閘嘅壓上嘅次數或者所謂嘅深度，亦都即係開嗰啲話叫解放咗佢2個嘅進攻嘅空間啦。咁費力克其中一個半場嘅調整咧，就係將迪莊法基迪莊拉後咗少少。咁你頭先提到話 Black Three 呢樣嘢啊，即係後場會變成一個所謂嘅3中堅啦。咁其實法基迪莊咧就代替咗艾力加西亞去打後少少，去做一啲梳理嘅工作啦，即係去做多咗咁就令到艾力加西亞多咗殺上去前邊嘅。咁呢一個嘅做法嘅用意係咩咧？首先就係令到也馬可以冇咁容易俾國際米蘭嘅球員夾擊，即係多咗個人分散注意力啦。另一點就係
左手邊嘅基拿馬田亦都唔需要咁顧忌，我每一次嘅進攻，我都要顧忌究竟鄧費斯會唔會跑我身後，即係係咪每一次我進攻失敗咗，我就要同佢鬥快咧？咁對於一個後生仔嚟講，我即係俾人衝咗兩場咁樣，咁其實都幾大壓力。咁但係費力克呢個調整就將譬如恩尼高馬天尼斯喺第二回合嘅下半場移咗去靠左嘅位置，去幫佢做一個即係正式嘅即係叫幾明確嘅補位嘅工作啦。咁所以咧，亦都令到基拿馬田可以更加放膽去踢啦，即係我壓多咗去啦。咁而兩球嘅助攻，其實即係當然國際米蘭嘅防守係出現咗啲嘅漏洞。咁但係你亦都會見到基拿馬田出現嘅位置係上半場係見唔到嘅，即係上半場你好少見到基拿馬田喺嗰啲位置出現。咁但係費力克嘅調整就令到兩隻閘可以更加放肆、更加放膽咁去進攻啦。咁頭先講到即係第二點啦。第二點咧，其實就係亞拿奧河嗰一點。咁大家當然賽後都會批評呢一位嘅中堅啦，即係喂，你阿切比你都守唔住，即係37歲右腳你都俾佢入到波，真係搞唔掂。你仲要後備出場，人哋踢足90分鐘。咁當然呢兩次嘅防守咧，包括法迪斯嘅球絕殺啦。咁呢兩次嘅防守其實亞拿奧河都係即係都有問題嘅存在。咁但係點解費力克一定要用佢，又或者佢嘅重要性係咩咧？就係原本恩尼高馬天尼斯加埋古巴斯呢個組合咧，其實對住馬卡斯杜林加埋奧達魯馬天尼斯並唔佔到一個好明顯嘅優勢。咁但係正因為亞拿奧河喺度啦，佢能夠提供到一個所謂嘅即對抗能力啦，令到國際米蘭好多嘅第一點嘅長傳啦，又或者係啲地面嘅對抗啦，都唔能夠佔到上風。咁所以就令到國際米蘭一路即係隨住佢比賽去到越靠後，反而就越打唔到出去，就形成咗最後嘅即係阿拉芬拿嘅入球啦。其實都係一種俾人圍困咗整一個下半場，然後出現嘅情況。咁呢兩點其實係值得注意，即係法基迪莊同埋亞拿奧河呢兩點，佢哋兩個嘅位置調整或者佢哋嘅出場，係其實係令到巴塞隆拿嘅進攻係比較上穩陣咗嘅，即係令到圍困嘅局面形成到，咁先令到下半場有一個咁樣嘅局勢出現。咁我覺得呢兩點係幾值得留意嘅。咁當然亞拿奧河最後嘅表現係真係幾令人失望啦。咁但係你唔能夠否定咗佢喺戰術上嘅作用咯。係，我都認同就係、其實費力克喺半場嘅所有調整咧，或者下半場嘅所有調整咧，其實都幾重 point 嘅，即係佢即係講緊第二回合啦。其實上半場即係國米係即係把握到兩個機會，咁但係其實下半場咧真係完全差唔多冇機會俾國米去攻，係一個圍揼啊！我覺得係真係圍揼嘅局面嚟嘅，係你想解圍出去，跟住又壓翻過嚟，即係你連揾一個好好嘅進攻機會咧，都係揾唔到嘅，即係for國米嚟講。咁其實我覺得。當時候我睇到入到第二球啦，其實第三球係有少少只係時間嘅問題嘅啫，即係當時候嘅想法。只不過忽然間就93分鐘就反擊到啦，即係唔好反擊啊，絕平到啦。咁而其實最大嘅問題就會唔會係佢哋費力克呢一隊巴塞係一個識放但唔識收嘅一隊波咧？即係其實如果去到入到第三球。佢哋開始即係嘆下慢板啊，開始慢慢即係去猜下波啊，或者去收後啲，唔好再高位防線啦，或者甚至係其實最後嗰球，呢個阿切比嘅入球，其實都係也馬喺右路即係嘗試進攻，但係即係失敗咗，咁跟住就一個反擊咁樣過咗去。其實即係會唔會係應該做下啲國球旗戰術啊？去即係。以往巴塞最中意嘅，即係碌下地啊，咁樣呢啲sorry，呢啲應該可能唔係好講得，但係即係應該即係呢啲係都係一個即係規則以內一啲灰色地帶嘅做法。但係似乎而家呢一隊費力克咧，就係即係好識得踩油，但係咧又唔係好識收油嘅，就令到最後就明明都算係大好形勢。即係叫做即係捱多6分鐘7分鐘咧就搞掂㗎啦。國米本身都似乎都冇咗一啖氣啦，但係就俾咗一個生機國米。你又覺唔覺得呢個形容？
有呢個情況嘅，即係當然我哋即係如果你去諗嘅話，當然費力克本身嘅戰術就係一種即係來回叫做所謂嘅來回衝殺嘅戰術啦，即係騎兵戰術啦。我哋甚至乎可以認為即係不斷咁跑嚟跑去啦。咁第二樣嘢就係佢哋球員本身嘅年齡，即係真係始終比較年輕啦。咁去到87分鐘領先到3-2之後，究竟應唔應該死守咧？我諗對佢哋嚟講，可能都真係一個疑問。今年嘅比賽入邊，巴塞隆拿即係甚少出現一個我俾人圍困嘅狀態。咁即係調轉去講，就係我去到3-2領先之後，班球員有冇信心我係退翻後手，我係受得住嘅咧？咁樣可能都會係一個心態上嘅問題為主啦。咁去到最後，亦都即係去到嗰幾分鐘，即係所謂嘅混亂嘅情況啦，或者即係兩邊都有去拉開嚟打啦。咁其實都係一種即係。見到去到後面，大家都已經放棄咗成個陣營噶啦，即係甚至乎放棄晒所有嘅戰術咁滯啦。總之我哋見到咩我就打咩啦咁。有趣嗰一點就係、是、即係譬如達米安喺賽後即係琴日嘅一個報章訪問啦，佢又提到點解阿切比突然間上咗去啦。咁當然大家會問點解阿切比喺嗰度？阿達米安就話啦。佢話其實我都唔知喎，佢嗰陣同我講話你留喺度啦，即係阿切比同我講叫我留喺後場唔好跑咁樣，跟住我問佢你去邊啊？咁阿切比話你唔好理啦，咁佢就走咗啦咁樣，即係成個阿達米安就咁訪問咁樣講，咁你可以可想而知，其實嗰個階段大家都唔係好理究竟教練講咩啊，又或者即係場上面究竟發生緊啲咩事，我唔理啊，總之我想上我就上啦，有空間我就衝啦咁就會有咁嘅情況，咁所以巴塞隆拿即係冇辦法可以好好咁控制成個節奏，咁呢個可能都係佢哋嗰陣即係少少所謂嘅心態或者年輕嘅問題啊，即係年輕所付出嘅學費啦，我哋可以叫做。咁另一樣嘢咧就係其實巴塞隆拿去到嗰個階段，又或者兩支球隊去到嗰個階段，其實好多球員都已經真係乾地，甚至乎你話也馬去到最後，其實佢甚至乎喺3-3之後，其實巴塞都仲有機會贏波嘅，即係也馬都有一次嘅機會可以有機會贏波。咁佢都係有啲腳軟嘅，即係有啲腳仔我去到禁區我都唔係好識起到腳啦咁其實你會可以見到兩支球隊嘅體能都真係去到頂。咁當你身體有咁嘅狀態出現嘅時候，你個腦其實你都唔係控制得到，即係嗰陣你真係原始嘅生態咁樣去進行嗰場比賽。咁所以就即係我覺得呢場比賽就可唔可以話佢哋識放唔識收，有呢個成分喺度嘅。咁但係我覺得更大嘅可能就係一種心理上嘅一種即係不安，究竟我應該點做，或者心理上嘅迷茫比較大一啲咯。係，咁不如就我哋又傾下頭先我哋都經常提到嘅名字也馬啦。咁也馬就第一回合就都技驚四座啦。雖然其實即係喺呢個入球名單入邊咧就唔係好多嘅啫，但係其實即係如果你睇翻，哇佢嗰啲真係即係首先一開始就係輸緊2球。跟住佢嗰個由中場線前少少，一個人單挑，即係趙子龍咁樣，就即係殺咗入去，跟住就忽然間即係一個好細範圍咁樣嘅一個即係區入咗，就幫巴塞就即係揾翻嗰個士氣翻嚟啦。咁跟住其實佢之後都好多嘅一啲細範圍嘅盤口都可以做到好大嘅威脅，係只不過即係門楣門柱就救咗即係國米一命啦。咁但係其實第二回合咧，我覺得即係雖然也馬都有威脅嘅，但係又似乎冇第一回合咁勁嗰個威脅。而我覺得係好明顯係即係恩沙基係喺嗰部署度咧係有針對性嘅部署嘅，即係譬如米希達恩基本上係縮到去即係好後嘅位置噶啦。雖然佢爭啲就犯咗天條，就送咗個授權碼出去啦，但係其實即係譬如中場之一嘅米希達恩咧已經係唔攻咁滯，即係縮晒後邊當防守噶啦。即係你覺得恩沙基喺第二回合嘅部署方面做咗啲乜嘢去限制咗也馬嘅一啲嘅功能咧？首先第一樣嘢咧就係其實恩沙基喺賽前嘅記者會都有答到記者呢個問題，就係會點樣做咧？就係盡量將也馬嘅進攻範圍或者佢哋即係威脅嘅範圍離開
遠離禁區。咁呢個就係恩沙基講出嚟嘅戰術啦。咁具體係點做咧？就即係做咗兩樣嘢嘅。第一就係、米希達恩同埋奧達魯馬天尼斯係會輪流去干擾住所謂嘅右中堅，即係艾力加西亞上半場，即係巴塞隆拿有嘅所謂嘅右中堅艾力加西亞啦。首先盡量去干擾佢。另一邊咧就係靠中場嘅一啲球員去切斷法基迪莊同右邊嘅聯繫。咁引申落嚟嘅情況係咩咧？就係、令到也馬必須要更加多咁去尋入一啲譬如近中場線嘅地方攞波。咁就即係因為距離遠咗啦，而且你嘅隊友俾人即係壓迫得勁嘅情況，咁你自然右翼嗰位球員就唔可以企得太前啦。咁就令到也馬起動嘅即係所謂嘅起動點咧，越嚟越靠近中場線。第二個部署咧就係迪馬高今場比賽嘅防守嘅侵略性強咗好多。所謂嘅防守侵略性係咩咧？我第一時間見你攞波，你背住我嘅，我推一推你，拉一拉你，即係意大利球員最叻㗎，即係就算防守最差嘅球員，意大利都一定識呢啲啊，即係一推遊走二拉喺犯三反。規同唔犯規之間係啦，嗰啲動作。係啊，即係既然即係我開局嘅時候球證呢啲動作唔吹喎，唔俾牌我咪踢到吹為止，會做到吹為止咯。咁即係都係所謂嘅規則以內嘅一啲犯規動作。咁你會見到迪馬高其實都多犯規嘅今場比賽。咁費力克賽後亦都有投訴呢一點啦。咁但係其實呢個部署係幾成功嘅，即係令到也馬就即係一係你攞波，你就喺中場線攞波。你就算起動過到我都犯你規，或者踢到你失平衡，然之後米希達恩過嚟夾擊，令到你冇辦法創造一道威脅。就算你真係咁勁，兩個你都擺脫晒，你都可以傳波啦。咁你喺40-50碼區域放入去禁區，咁我仲有一班中堅，仲有一班後防球員喺度再去解圍。咁其實咁樣嘅部署喺上半場嚟講咧，都算係幾成功嘅一部分。咁所以亦都即係同首回合幾唔同嘅地方，就係首回合大家會見到國際米蘭左邊俾也馬突破咗2-3次之後咧，其實係開始協咗場嘅，即係班球員開始不斷咁去騰後。咁呢個就係國米第一回合上半場同第二回合上半場幾明顯嘅差距啦。第二回合班球員開始我唔驚你啦，我令到你遠離禁區啦，咁所以就會令到也馬第二回合嘅上半場表現係有所下滑嘅。咁呢個都係幾明顯嘅分別同埋個部署嘅分別咯。係，但係嗱，我覺得即係都幾明顯，就係第二回合嘅上半場咧係守得幾好，但係跟住咧去到50幾分鐘咧，就迪馬高就換咗出場啦，就換咗上奧古斯度上嚟。咁呢個球員就即係佢防守都 OK，但係其實佢出咗嚟之後咧，好明顯國米嗰個勢咧係再差咗。而即係好明顯係左邊咧，國米嘅左邊或者巴塞嘅右邊咧，係越嚟越多，即係可以拱晒上去啦。即係連呢個艾力加西亞都上埋去，即係所有人都上晒去咁樣嘅一個形勢。咁你覺得呢個換人會唔會係即係有冇啲值得商榷嘅位咧？其實因為迪馬高本身係一位體能唔算好出色嘅球員嚟嘅，咁其實呢幾年都係，即係雖然佢年齡好似好當打，但係始終佢嘅消耗量好大嘅。咁其實平時嘅就算聯賽嘅比賽，可能佢60-70分鐘佢都要換㗎啦。咁今場比賽一個咁侵略性嘅防守，咁其實佢50零分鐘換佢亦都合理嘅。咁亞古斯圖呢位球員咧，其實佢喺近呢個零月嘅狀態係好好嘅，即係大家甚至乎喺賽前，大家有啲球員或者即係有啲球迷啦，有啲記者都會問，究竟亞古斯圖會唔會取代迪馬高打正選？都有咁嘅討論出現。咁你都可以見到，其實亞古斯圖嘅狀態同埋佢本身嘅防守能力，大家都認可嘅。咁點解會出到嚟之後，可能令到反而佢好似仲差咗？咁我覺得有2個因素嘅。咁第一個因素咧，3個因素添啦。第一個因素咧就係頭先所講，艾力加西亞多咗壓上去啦，咁就干擾咗米希達恩同埋巴斯東尼2位球員嘅防守。咁因為呢2位球員真係其實對於協防係非常之重，即係協防也馬係非常重要啦。即係叫做一個喺側邊，一個喺後面去保護佢啦。咁但係因為呢2位球員被干擾嘅情況之下咧，亞古斯圖就多咗需要自己
需要獨立去應付亞馬嘅情況，咁呢個就好明顯，佢好明顯係落於下風。咁第一點，咁第二點就係咩咧？就係亞古斯圖今場比賽咧係有啲吃力嘅地方咧，就係佢嘅身體狀態似乎唔係咁良好。咁唔知係咪因為佢啱啱聯賽佢係踢足90分鐘啦？咁係今場比賽出場球員當中咧比較少數喺上場聯賽踢足或者出場時間比較長嘅一個位球員嚟嘅。咁即係比較上佢係應該係比較攰嘅一位啦。咁可能亦都影響咗啦。第三點咧就係米希達恩嘅身體狀態嘅體能狀態係下降得好明顯嘅。咁上半場我哋見到其實佢好出色啦，即係甚至乎喺喺邊線做一啲背身擺脫啦、射身啦、加速啦，咁佢做咗好多嘅工作。咁去到下半場嘅中段咧，佢嘅體能係明顯地下滑，即係個速力係跟唔上成隊波或者成場比賽佢跟唔上。咁所以斯蒙尼恩沙基都好少有地將米希達恩換走啦。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分別啦。即係以往其實國米球迷都成日去鬧就係點解米希達恩幾廿歲人你都唔換走佢啊？咁今場真係換啊咁樣。咁亦都立竿見影嘅就係巴利拿調咗去左手邊之後，其實亞馬嘅威力係細咗好多嘅。咁呢個亦都係即係其中一個即係叫做及時調整得到、及時修補到嘅方案咯。係。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呢場比賽咧都真係好，即係大家係你出一招，跟住我就拆一招，跟住我又出一招，就係我淨係攞第二回合做舉例啦，因為講埋第一回合就太多啦。即係第一回合、第二回合嘅上半場就即係好明顯國米就係先佔上風，咁但係半場費力克撳就係兩隻閘攻得高啲，迪莊褪後少少，轉一轉個陣。咦，跟住就好似唔係好掂喎，即係國米就唔係好掂喎。咁跟住即係開始直情迪馬高又冇武器啦，咁跟住要本身守得亞馬好地地冇氣，咁跟住阿古斯圖就要換上嚟。咁但係因為艾力加西亞攻咗上去嘅時候咧，其實就要令到阿古斯圖要單防亞馬，咁就其實係好吃力。咁但係跟住恩沙基亦都我諗經過咗即係一段時間，即係10分鐘啦，20分鐘到啦，廿分鐘到之後，發覺咦頂唔順咯，跟住咧亦都有啲調整，就係換咗即係換走咗米基達恩，跟住就將巴里拿就擺去左邊，咁所以其實都係一個好有趣嘅攻防，即係不斷咁樣喺10零20分鐘又轉一轉，10零20分鐘又轉一轉嘅一個狀態啦。咁其實兩隊即係即打完呢個咁蕩氣迴腸嘅2回合之後咧，其實都仲係需要去爭各自嘅聯賽。即係巴塞咁就雖然領先緊嘅，但係其實因為嚟緊就會打呢個國家打比啦，咁就打完而家就領先緊4分，咁但係打完國家打比之後，隨時就得返1分嘅優勢啦，即係唔知會發生咩事啦。咁如果即係究竟呢一場波會唔會即係令到佢哋嗰個即係士氣會受挫咧？而另一邊就係國米又即係雖然即係而家就落後緊啦，落後緊俾拿波利3分，咁但係都仲有3場比賽有得即係有機會追得到啦。咁究竟國米又點樣去部署？即係嚟緊係咦我收住踢啦，算啦，我寧願即係養精蓄銳，打好個即係爭好個歐冠佢。定係即係都全力去踢完嗰個即係爭完佢咧，即係我覺得都幾有趣嚟緊。即係呢兩隊究竟踢完呢場咁激烈嘅4強戰之後，佢哋各自嘅聯賽會究竟係點樣嘅狀態出嚟？係特別係即係巴塞嗰邊踢完120分鐘之後再對皇馬啦，咁始終對佢哋嘅整體嘅體能上或者整體嘅部署上，可能都會士氣上都會有啲嘅打擊啦。咁今個禮拜即係聽晚之後，即係星期日晚之後，我哋就即係大概知道究竟巴塞條路係點啦。咁某程度上都冇乜嘢諗啦，因為你歐聯都出咗局啦，咁我都一定係爭聯賽啦。咁我就算呢場輸咗之後，我咬住1分，咁以巴塞嘅能力之後嘅賽程，我要贏晒，可能都未必係一件太困難嘅事。咁當然佢哋到最後可能即係個賽程上或者士氣上都會有影響嘅。咁但係國際米蘭嗰邊可能就真係比較尷尬嘅地方就係咩咧？就係恩沙基去到呢個階段咧，就算想全力谷咧，都真係未必谷得到，因為大家都見到馬古斯杜林係紮住嘅腳踢啦，然之後奧達洛馬天尼斯係打止痛針踢㗎啦。
咁跟住嗰班老將，你都好難要求佢踢完120分鐘或者踢完一場咁激烈嘅比賽，再繼續即係取盡佢啦。喺呢2個禮拜之內，咁所以我諗對恩沙基嚟講，最重要首要嘅目標可能即係當然你都冇理由完全放棄聯賽，咁但係有一班球員你真係要俾佢唞啦，真係搞唔掂啦。即係你諗下阿切比嗰啲，你再要佢禮拜日再踢多90分鐘，我諗佢真係搞唔，即係我諗佢真係嗌救命。咁所以就我諗喺呢個情況對恩沙基嚟講，呢2個禮拜最主要都係俾球員盡快去恢復翻整個身體啦。一啲傷嘅球員快啲即係肌肉啊或者各樣嘢快啲去放鬆翻啦。甚至乎法迪斯其實都係帶傷上陣嘅，即係你諗下呢支國米老嘅老，即係傷嘅傷，咁其實都幾尷尬。咁所以恩沙基都要真係要好好考慮嗰個即係整體嘅身體狀態嘅問題多啲咯，係啊，我諗呢個情況都應該係佢會優先考慮嘅地方，係。所以我諗，即係我哋最後有少少呼應翻我哋上條片嘅嘢啦。咁就係最後就係你就覺得 PSG 就理論上決賽應該勝先一啲啦。係。咁但係國米如果要贏呢個決賽，究竟個重點會喺邊度咧？兩樣嘢啦，我今日好似係咁3樣嘢，2樣嘢係咁啊，2樣嘢啦。第一樣嘢就係第一樣嘢就係可以見到阿仙奴喺高空方面嘅優勢啦，即係頭槌啊各樣嘢各方面嘅優勢啦。而國際米蘭今年亦都係即係4大聯賽當中頭槌入波其中一支最犀利嘅球隊啦。咁對住巴塞都好明顯有呢個優勢。咁對住巴黎嗰邊，我諗呢一個亦都會係恩沙基嘅一個武器啦。咁首先即係迪馬高啦、查漢洛路啦，呢啲都係啲處理死球嘅高手啦。然後有鄧費斯啦、阿切比啦等等，都係好頂得嘅球員。咁所以呢一點肯定會係國際米蘭最重要嘅武器啦。呢個係第一點。咁第二點咧就係嗰班即係頭先講話 PSG 班球員係不斷咁進化緊，不斷咁提升緊。咁但係另一方面，國際米蘭嘅球員勝在咩咧？即係勝在有經驗啊嘛。咁啊，同埋真係有啲球員對某啲球員嚟講，佢真係可能真係人生最後一次踢歐聯決賽，甚至乎可能有啲球員真係最後一場踢歐聯添。即係你唔知究竟啲球員會唔會離隊啦。譬如阿切比對米希達恩呢啲，佢哋2年前踢已經可能真係最後一次，今次再有真係已經天跌落嚟咁滯，咁我真係搏盡嚟，我真係俾埋條命你踢咁滯。咁可能呢一樣嘢就會係可能同巴塞有少少相似嘅地方，即係巴黎同巴塞有少少相似嘅地方，就係班後生仔去到中後段嘅心理調整夠唔夠國際米蘭班老將好咧？可能都係即係其中一個國際米蘭方面嘅優勢咯。咁如果你話譬如整體嘅戰術啊狀態上面，咁當然一攻一守亦都係一個即係幾令人期待嘅對決啦。咁相信都會係一場即係比較上戰術性強嘅比賽啦。咁但係會唔會好似巴塞咁大比數咧？咁我諗就應該唔會啩。即係歷來嘅決賽都應該係滿場為主嘅。咁啊，如果真係到最後咧，真係打到3-3咁精彩啊，甚至乎4-3啊，又絕殺又勝咁樣，我諗都真係國米球迷都一定會記得呢一屆嘅歐聯咯。係啊。係，所以我諗即係到時呢個歐聯決賽之前咧，我哋可能再做一啲再深入啲嘅分析，或者再深入啲嘅討論。咁但係而家咧就暫時你可能係呢個經驗上，或者係呢個即係喺國米上國米會可能有啲優勝，同埋呢個高空波都會有機會有啲優勝啦。咁所以即係我諗呢2條片我哋都叫做深入分析咗，即係4隊波、2場波、四場波應該係 total 4場波嘅一個對決啦。咁就如果大家中意嘅，就記住 like、comment 同埋 share 我哋嘅喺我哋條片度 like、comment 同 share 啦，同埋就 subscribe 埋我哋2個嘅 channel 啦。咁我哋就之後再見。好，拜拜。1年1度嘅歐聯決賽睇波 party 又嚟啦！有意報名嘅朋友可以 scan 畫面上嘅 QR code。如果想知道更多嘅詳情，可以加入睇波群組，隨時同我哋詢問。決賽見，拜拜。